真是受够了，每次约会都是这种地方，吃这种10块钱的面。唐言，吃完这顿饭，我们分手吧。终于来了，穿越过来3天，该面对的还是躲不过。校花女友3天体验卡这就到期了。别用这种表情看着我，你连给我买一个7999的手机都需要坚持好几个月，我跟着你会幸福吗？我不想以后几10年都待在这种低档面馆。你能不能像个男人，别像个窝囊废一样？现在的小年轻啊，说分就分，还不是因为钱？穷小子想留住漂亮姑娘，难喽。儿子看见没？以后一定要好好挣钱，没钱光长得帅，啥也不是。可恶！早知道穿越到这个文旅盛世，就该多背几首歌的。现在空有记忆碎片，写不出完整的曲子，真是憋屈。难道我堂堂穿越者就要被一个女人这么嫌弃？唐言，你听清楚没有？别再给我故意拖延时间了，那只会让我更加瞧不起你。检测到宿主穿越72小时，灵魂趋于稳定，文娱氪金系统激活中。金手指，你终于来了！系统绑定成功，本系统商场内包含地球文娱作品，氪金即可抽奖或定制，拥有前世的文娱保护，只要有钱就能用，这还不直接起飞？等我功成名就，什么校花、顶级女星都得求着我吧！系统，快看看我的个人财富，全身家当才631块，真够穷的。抽一次要多少钱？10万块，这么贵，我连一次都抽不起。要你这系统有毛用？等等，新手大礼包呢？本系统为氪金系统，无新手礼包，但赠送一次免费抽奖机会，是否抽奖？这资本家套路，千万别是谢谢惠顾啊！确认抽奖。恭喜宿主抽到歌曲分类，获得歌曲《向天再借500年》，歌曲小样已存放入系统仓库。竟然是这首歌《帝王之声》，有了它，我还怕搞不到钱。唐言，你在发什么呆？装傻充愣是吗？好的，分手我同意了，别烦我，你赶紧走吧。咱俩到底谁帅谁呀？沈心妍，希望你别为今天的决定而后悔。系统任务发布，1个月内在系统商城消费满100万，任务完成，奖励特别宝箱；任务失败，系统将自动解绑。靠，这可不行！好不容易来的金手指，怎么能让你跑了？老唐，你没事吧？你连课都不上，不会为了沈心妍那女人要寻死觅活吧？没有的事，别多想。没有就好，我早跟你说，沈校花那种金丝雀，咱们这种小门小户拴不住的。你看，信我了吧？行了，别提他了，以后就是陌生人。哎，老唐，你真没事吧？有事别憋着，不就是失恋吗？你看这个月才8号，我都失恋2回了。滚！你那叫失恋吗？你那是见一个爱一个，追一个败一个，顶多算单相思。我靠，不带你这样的，我担心你一下午，你还揭我短儿。停，别啰嗦了，饿死了。走，去食堂吃饭，顺便问你点事儿。这家伙肯定又是算好时间来堵我，真是阴魂不散，一点男人样都没有。唐言，你怎么这么烦？我都说了对你没感觉了，你怎么还来纠缠不休？唐言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来食堂吃饭而已，跟你没半点关系。别烦我，该干嘛干嘛去。他从来没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过话。妍妍，你气啥呀？他不纠缠你不是正合你意吗？难道你后悔了？后悔？怎么可能？我气的是他竟然敢这么对我。我估计啊，他就是被你甩了，抹不开面子，跟你玩欲擒故纵呢，心里指不定多难受。肯定是这样。说起来，唐言长得挺帅的，你干嘛非要跟他分？帅有什么用？买不起包，买不起化妆品，而且我下周就要签约天恒娱乐了，公司不允许新人有恋情。比起虚无缥缈的爱情，我更愿意选择事业。这倒是，不过你就敢保证他以后不会大富大贵？就他能大富大贵，做梦去吧！严哥，牛逼，那可是沈校花啊，你就这么给怼回去了？说实话，你是真放下了，还是玩欲擒故纵呢？快打住，别扯这些了，我有很重要的事问你。好吧，你说。你有没有办法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到100万？我的哥呀！我要是有这办法，我自己不早就发财了吗？你缺钱？对，很缺。办法嘛，我们导演系没戏，但你们作曲系还真不一定。写歌，果然，你知道的，咱们蓝星特别重视版权，一首歌只要质量过硬，上架平台卖2块钱一首，销量上去了，赚大钱不是梦。官方还搞了赛季排行榜，含金量超高，别说冠军，只要能进100强，都能赚得满嘴流油。每年都有新人一曲成名，赚个180万轻轻松松。我刚好写了一首歌。老唐啊，你终于想起自己是干啥的了。没事儿，别怕扑街，就当攒经验了。
我准备发歌，但没什么渠道，你那边有门路吗？有啊，咱们学校活动多，我加了不少娱乐公司的人，等会儿推给你，你先试试看能不能签约当个职业作曲人。自家兄弟，专业课倒数，作品能好到哪儿去？不过他好不容易有了事业心，我不能打击他。对了，你写的什么类型的歌？算是大气豪迈型的吧。大哥，你写歌前不做市场调查吗？现在主流是情歌呀，你这样肯定会碰壁的。逆版本而行吗？不过我对这首歌有信心。唉，果然万事开头难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天恒娱乐身上。妈的，天天加班，下班了还安排工作，真不把人当人。这哪来的生瓜蛋子？一个没作品的新人也敢来应聘我们天恒，当我们是收破烂的吗？你这人怎么这么烦人？不愿意搭理你是给你留着一点体面，怎么还不识趣？我很忙，没时间陪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新人玩。OK？ 靠，这些狗眼看人低的家伙！看来走大平台这条路行不通了。一个没根筋的新人根本没有敲门砖，实在不行，只能想办法凑钱自己租录音棚，找歌手合作了。就是这样，来钱太慢。你这人怎么这么烦人？不愿意搭理你是给你留着一点体面，怎么还不识趣？我很忙。喂，是小盛吗？姐，是我有点事想求你。说吧，啥事儿？是不是生活费不够了？等下给你打2000。不是钱的事儿，姐，我想给你们公司推荐个人，一个作曲人。哦，他是什么履历？代表作有什么？他还是个学生，没有签约过公司，也没有代表作。在校学生，纯新人，这不行，不符合公司招聘标准。我们潜龙传媒虽然今年掉了队，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。姐，所以我才来求你嘛，你给他走走后门呗。你把他手机号给我，我让他来面试。不过我先声明，如果他能力太差，我也没办法。好的，姐，人包你满意。喂，你好。您好，是唐岩先生吗？这里是乾隆传媒作曲部，我们对您有签约意向，请您明早8点半来公司面试。乾隆传媒，好，我一定到。你好，唐先生，我叫刘亚，是韩部长的助理，请跟我来。唐先生，您稍等，韩部长正在处理文件。韩部长，人接到了，就是这也太年轻了，看着跟个学生似的，不像是会作曲的，别是来混日子的吧？知道了，走后门来的，能有什么真本事？韩部长你好，我是唐岩。长相倒是很出众，阳光帅气，去做偶像歌手都够了。这样的人真的会沉下心来搞创作吗？唐岩，你确定你会作曲？韩部长，您是都市精英，应该不会只以貌取人吧？好吧，我承认我嗓音一般，也没兴趣抛头露面，所以才沉醉于幕后创作。创作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听说你写了首歌，先听听吧。如果过关，我代表公司签了你；如果不过关，那……好。向天再借500年，这歌名倒是挺霸道。这个前奏有东西。这首歌小样都如此不凡，如果精心制作出来，那该有多惊艳！一个还没毕业的毛头小子，真能写出这样的歌。唐岩，你确定这首歌是你自己创作的？是。好，我觉得你可以胜任公司的作曲人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入职？自然是越快越好。小刘，进来一下。带唐岩去人力资源部办入职，用我的特招名额让他们手续办快点，办完后准备正式录歌。好的，韩部长。天啊，他居然真的通过了！韩部长可从来不看脸的，难道他真的有才华？无意之举，竟然捡到宝了。听说这小子被好几家公司拒之门外，那些狗眼看人低的蠢货，要是知道这首歌的质量，肠子都得悔青了吧？去年公司业绩太差，都掉出全国前10了。如果今年再没起色，我这个副部长的位子……通知音乐部，我要录歌，让他们马上调一批嗓音宽厚的男歌手过来试音。另外，
通知第5录音室全体集合，准备录歌。对，立刻，马上。蒋老师，怎么回事啊？新赛季的歌不都录完了吗？怎么又突然集合？不清楚，听说是作曲部领导临时安排的。刚想摸2天鱼，这些领导就是看不得我们闲着。行了，少说2句，拿人工资干活吧。各位，这位是唐岩老师，今天录制的歌曲就是由他创作的。这么年轻，还在上学吧？肯定是哪个领导的亲戚，来体验生活的。开始吧。我的天，好霸道的前奏！这是那个年轻人写的，错怪人了。这个作曲人不简单。不行，完全唱不出那种气势和沧桑感。这行姐丢一点试试。我们家明哲待会儿还有个宣传视频要拍，时间宝贵，就让他先试音了啊！你们几个担待点儿。莲姐，我们都排了好久了，您这一来就插队，不太好吧？插队？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我们家明哲时间多宝贵，哪有空跟你们在这耗着？你有意见是吧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待会儿跟你经纪人好好聊聊。我好像没让郑明哲过来试音吧？韩部长，你也在呢。明哲最近一直在找合适的歌，所以才冒昧打扰，您就给他个试音机会吧。韩姐，您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。不用试了，他根本不符合标准，让他来唱《向天再借500年》，开什么玩笑？这不纯属毁经典吗？你谁呀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现在年轻人真是一点规矩都不懂。叶美莲，你跟谁鬼叫呢？他就是这首歌的创作者唐岩老师，你说他有没有说话的资格？还不快道歉啊！唐老师，对不起，唐老师，我不知道。好了，你们走吧，别影响录制。都停下来，说吧，是谁把歌曲信息泄露出去的？没人承认是吧？好，小刘，去调监控，看看谁跟外界联系了，查出来从重处罚。收到。韩部长，别调了，是我也没空深究原因，做错事要认罚。从现在起，你不用做助理录音师了，调去保洁部，自己写申请，我来签字。老蒋，以后带好你的人，再有下次别怪我不讲情面。是韩部长，这个韩晴真是雷厉风行，执行力太强。肩伴你的横狂都不行，还是不行。这首歌对嗓音的要求太高了。唐岩，今天试音有点仓促，公司里的成名歌手档期都满了，这几个人要是不满意，后面我再给你协调。你是不急，可我急啊！系统任务还悬着呢，1个月消费100万，时间不等人啊。他叫严晨飞，还没出道时因为一些事儿被公司雪藏了几年，一直耽误到了现在。未出道就被雪藏，这么惨。沿着江山起起伏，浮浮温柔的曲线，又再使我尘飞。就用它了。你确定？他之前被雪藏过，很多人都避之不及。他为什么被雪藏？6、7年前的事儿了。听说他当时和相恋多年的女友一起进公司，结果女友小有名气后就看不上他了。他不愿意分手，几番纠缠，闹得挺大，最后就被高层直接雪藏了。这个故事怎么听起来有点熟悉？没事，就用它。严晨飞，唐岩老师决定由你来演唱，你这边有没有问题？啊，我没问题，我没问题，谢谢韩部长，谢谢唐老师，我保证一切听从安排。我以为这次又是陪跑，没想到我竟然还有机会。这么多年了，我终于……既然没意见，那就签合同吧。按照公司规定，新人待遇，公司拿7成收益，剩下的3成由你们俩分配。具体怎么分，你们自己商量。我不要分成，能让我唱这首歌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不行，
你付出了劳动，就该有回报。这样吧，我此曲全包，我拿2成，你拿1成。唐老师，您给我1成是给我脸，但我不能这么不识好歹。我拿0.5成，这首歌主要是您的功劳。这哥们儿路走宽了。呼，真累。不过一切都值了。等歌曲发布，就可以躺着赚钱了。哎呀，都9点多了，食堂关门了，外卖也送不进来了，今晚要饿肚子了。没事儿，我让唐岩去买，就算校门关了，他也有办法。你俩不是都分手了吗？他还听你的？就算分手了，买个吃的又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我的话他还敢不听，反了他。对哦，妍妍你的吩咐对他来说就是恩赐。我想吃何月轩的蒸羊排和盐焗蟹，让他跑快点。呢，我这就发微信给他。你饿了关我屁事，还指定菜品，脸怎么这么大？命令我，你算老几？真是惯出来的毛病。今天进度很快，辛苦了。天色不早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对了，你早上怎么过来的？坐地铁来的。这个点地铁很多线路都停运了，打车回去得100多块，肉疼。今天太晚了，你一个学生回去不方便，坐我车吧，我送你回学校。这不太好吧？没事，正好顺路。你先去楼下等我。一个住城东，一个住城西，这哪里顺路了？帕拉梅拉 4S 行政加长款，落地得200万以上吧？看来乾隆的薪水真不低。韩部长亲自开车送一个新人，从来没见过。对了，我那首《向天再借500年》什么时候能正式发布？你这么着急发歌？对，后面主要是后期制作和审核，最快也要2天。2天后是12号，离任务截止还有20多天，应该来得及。还有，你这首歌虽然品质很高，但毕竟不是现在市场主流的情歌，发布后是爆火还是成绩，谁也说不准。你别抱太大期望。我明白。你家唐岩怎么回事？竟然敢不理你，害我们大冷天出来买零食。我不知道，他以前从来不会拒绝我的，这种感觉真不爽。妍妍，这车好漂亮。这是保时捷帕拉梅拉行政加长版的，落地得150多万呢。这么贵？哎，我刚才好像看见车里坐的人有点像唐岩。哼，倩倩你别逗了，就他那2下子，这辈子也开不起这种豪车。真是唐岩？怎么可能？他家什么条件我最清楚，一个月生活费才1000块，怎么可能坐得起这种车？唐岩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哦，去市里办了点事儿。唐岩，你给我站住！干什么？你不应该和我解释一下吗？解释什么？他是谁？唐岩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这么快就找到新欢了是吗？唐岩，这是你女朋友？不是。好，那明天我再来接你。妍妍，唐岩该不会是傍上富婆了吧？怎么可能？富婆会看上他？别不开心了。我猜啊，这车肯定是他花钱租的，那女人也是雇来气你的，就是想让你后悔甩了他。对，肯定是这样。他一个穷学生，怎么可能泡到那种级别的女人？肯定是演戏。唐岩，刚刚那个女人到底是谁？你要是再不告诉我，就别怪我拉黑你，再也不理你了。这女人有完没完？要拉黑我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
你到底说不说？他把我拉黑了，他竟然真的对我没感觉了。好消息！怎么了？紧赶慢赶歌曲的制作和审核全部完成，今晚9点就可以正式发布，同步上线各大音乐播放平台。好，等了好些天，终于可以开始赚钱了。对了，你打算用真实名发歌，还是用虚拟笔名？用笔名吧，就叫一粒尘埃。可以。另外，我得再提醒你一遍，你这首歌的类型在目前市场属于偏冷门，不过我会帮你争取最大的宣传资源，剩下的只能交给市场了。谢谢。向天再借500年这首歌，我真的很看好。如果冬季赛再没成绩，年底我们作曲部怕是都要下课了。何总，他怎么会突然打电话来？何总，我是韩晴。小韩，你这2天是不是在忙着推一首新歌？是啊，何总您怎么会关注一首歌？别推了，把宣传推广资源都停了吧。为什么？公司业绩低迷，你还要浪费大量资源去推一首冷门歌，如果失败，你想过后果吗？何总，我对这首歌有信心。算了，我实话和你说，有人把状告到陆总那儿了。几分钟前，陆总亲自打我电话，虽然没明说，可明里暗里都是在点我。又是内斗，我们潜龙传媒业绩这么差，就是因为这帮人窝里斗。好了，这些话在我这儿说说就罢了。这样吧，你实在想推，就把宣传资源砍掉4%，让出来的资源给公司其他的在榜歌曲，这样我也好交代。好，按您的指示办吧。不要有怨气，你还年轻，未来前途光明，切记要先保护好自己。我明白。答应唐岩的全力推荐，结果，对不起他了。不过有总比没有好。这就是说好的大力推荐，韩晴在忽悠我。就这个位置，谁会注意到啊？一晚上才卖了183首，每首我赚5毛，连100块都不到。看来新人新歌一上线就大爆，只存在于幻想中啊。李胜男，练歌去啊！我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我的嗓音太偏男生，现在流行的情歌根本不适合我。向天再借500年，这名字有点霸道啊。这声音大气磅礴，刚柔并济，这歌词简直绝了。别说是男人，我一个女的听了都想一统山河了。这歌牛啊！这么好听的歌，怎么会躲在犄角旮旯？天籁音乐的编辑是瞎了吗？一粒尘埃、言尘飞都没听过，是新人还是大佬的小号？管他呢，好听就完了。向天再借500年。这么好的歌，必须分享出去。我南哥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霸气。这是什么歌？南哥原唱？假粉丝，南哥写了是翻唱。查到了，今天刚上线的新歌。对不起，南哥，不是我不够爱你，主要是原唱给的太多了。盛拿，你的抖音火了，点赞都15万了。我就6、7万粉，平时视频几千赞，这就火了。这歌真好听，我一个女生听了都感觉气吞万里如虎。以这首歌的质量，哪怕公司拿大头，这个叫言尘飞的歌手赚个上百万，肯定轻轻松松。这首歌作词编曲都是一粒尘埃，他才是真的恐怖。等等，这个一粒尘埃，该不会也是作曲新人吧？应该不是吧？这功底太深了，我猜是哪位大佬的小号。对了，妍妍，你家唐岩不也是作曲系的吗？让他给你写首好歌，你俩珠联璧合，多美呀！萌萌，你别逗了，他能有这个本事？另外，我已经跟他分手了。就是，都是作曲的，这差距多明显！依我看，唐岩给这位一粒尘埃大神提鞋都不配。老唐，快醒醒，出事儿了！
咋了，阿杜？你的歌，向天再借500年。我的歌咋了？火了？还没有，不过销量短时间内陡然大涨。等下，你怎么知道这首歌是我写的？我可谁都没告诉。那个，韩晴是我表姐，我二姨家女儿。原来是你小子在背后摇人。8万多的销量就是16万多的总收益，我拿2成半就是4万块，睡一觉起来就赚了4万。穿越过来，身上就剩400块，穷怕了都。阿杜，走，为父今天请你吃饭，今儿个高兴，早餐给你加5个茶叶蛋。何总，我想和你谈下向天再借500年的。小韩，我昨天说得很清楚了，怎么还拿这点小事来烦我？你多少是有点不懂事了。何总，您先听我说完。这首歌的销量已经8万多了。哦，8万销量，这倒也没什么。可是，这首歌的视听转换比达到恐怖的3比1。你刚说，视听转换比达到了多少？3比1。你确定？确定，官方后台数据不会出错。韩晴，你立刻联系宣传部，停掉其他歌曲的推广，给我全力推《向天再借500年》，再追加各大平台的首页大风推。何总，这耗费的资金和资源可不少，我没那么大权限，而且有些人恐怕会有意见。这是我批的，陆总和那些人有意见，让他们来找我，谁敢在背后捣鬼，我砸谁的饭碗。好的，何总，您昨天可不是这么说的啊。老杨，你这大忙人，今天竟然有空闲聊？别笑话我了，以后咱就是碍事的闲人，混吃等死。老杨，你这话说的，你混吃等死，那我们还咋混？业务能力强有啥用？比不过人家长得漂亮、嘴甜会巴结的，人家轻飘飘递个话，咱就得坐冷板凳。这个老杨，句句都在内涵我。上次背后捅刀子、砍我推广资源的，肯定就是他。老杨，别乱说，要以公司大局为重。大局？放弃在榜热歌，去推一首狗屁都不是的冷门歌，这就是大局？抱歉，我看不懂。老杨，群里说话注意点，万一传到上面。怕什么？这次韩晴做的太过了，我们总该表明态度。至于这首歌本身受众就很小，想走红根本不现实。蠢货！一群井底之蛙。听了吗？那首《向天再借500年》太牛了！听了，已经单曲循环1天了。这次才是真正的大力推荐啊！怎么还带延迟的？跟我玩让子弹飞呢？疯涨到37万了，这可都是真金白银啊！这钱要下个月才能到账，我现在本质上还是个穷光蛋，草率了。这菜能退吗？啊，哥，菜都上桌了，你说要退，我怕大师傅抡勺子砸我。穿越了还得熬日子等发工资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新歌《向天再借500年》发布仅1天多，销量达到87万，正式进入全国冬季赛赛季榜500强。我们公司已经快2年没有这种冲劲十足的好歌了。唐岩，恭喜你新歌进入冬季赛100强。同喜同喜。对了，你把银行卡号发我帮你录入财务部。公司一般在月初1号结算，2号或3号就能打款。打款日期最好准时点，我急用钱。放心吧，我们公司财务部门非常专业。2号、3号打款，我完成系统任务的最后期限是8号，时间上够用。我演唱的《梦情》排在赛季榜67名，是公司目前的台柱子。为了这个成绩，我19天没停过，累成狗了。不过这一切都值了。怎么掉到68了？这个《向天再借500年》是哪儿来的？怎么没听过？该来的还是来了，我瞒了好几天，就是怕于姐受打击。于姐，这是我们公司的一首新歌，12号才发的，所以您没注意到。我们公司的
那还争什么？就算梦晴最后能进前50，又有什么用？乾隆台柱子肯定不是我了。人们只会记得第一，谁会记得第二？完了，送上门的大业绩你都抓不住，你说你还能干点什么？从今天起，撤销你主管职务。不行，不能撤啊，李部长！降职了，我的房贷车贷怎么办？我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，是在通知你。小王，李部长，我在。给我出通告，鉴于曹俊明工作出现重大失误，降为普通员工使用。你这人怎么这么烦人？我很忙，没时间陪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新人玩 ，OK？ 如果当初我签了他，现在这份大业绩就是我的了。还挺爽的。238万，人也不困了，腿也不疼了，腰，为什么会腰疼？月底这几天都蹭杜胜的饭，卡里就剩6毛9，可算有钱了。接下来该完成系统任务了。抽一次奖要10万，真黑。还真有谢谢惠顾，不信邪。我靠，100万就这么没了！恭喜任务完成，获得商城宝箱1个。备注：开启宝箱100%获得奖励。还好有个宝箱保本，不然今天亏死了。恭喜宿主开到歌曲，其实都没有。歌曲小样已存放入系统仓库，其实都没有。竟然是这首歌，其实都没有。前世的经典金曲，但这首歌想唱出那种苦情巅峰的感觉，很考验嗓音。言晨飞的嗓子太低了，不适合。得重新找歌手。系统，定制一首歌要多少钱？抽奖太黑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抽了。宿主当前为1级商城，只有抽奖功能，定制功能暂未开启。怎么开启定制功能？个人财富达1000万，并消耗200万，可升级到2级商城。1000万，看来得加把劲搞钱了。老唐，介绍一下，我女朋友朱雅琪，声乐系的，不介意吧？没事儿，都自己人。你们俩最近忙啥呢？课都旷了好几次，陪我宝宝应聘大公司呢。对了，老唐，听说你和沈大校花分手了？我跟你说，对女朋友就得把姿态放低，信息秒回，饿了送饭，渴了送奶茶。女朋友的话就是圣旨。这都什么舔狗言论？我们男人什么时候能站起来？我严哥，财不外露，没必要把家底随便乱说。老唐，这家菜有点贵啊。要不我们换一家？没事儿，只管吃。这位帅气的舍友难道是个富二代？可是看他穿的不像啊。邓宇博这个女朋友可能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清纯啊，要不要点她一下？算了，感情的苦得自己吃了才会长记性。老唐，吴东赫打电话说大后天过生日，请咱们班同学去云顶国际酒店聚会，你去不去？吴东赫，高中那个家里有钱的花花公子，没兴趣，我不去了。去呗，好几年没聚了，好多人都去。听说这次沈心妍也去。沈心妍也去？她不是一直很反感吴东赫吗？这个必须参加吗？提升销量？你要说这个我可就不困了。我说几遍了，我和沈心妍分手了，她去不去关我什么事？另外我5号晚上真有事，你表姐找我。我表姐韩晴？老唐，我拿你当兄弟，你不会是想当我姐夫吧？别扯犊子。虽然韩晴确实漂亮，但我现在只想搞钱。黑色大众辉恒，一朝发达还能保持这份低调，这心性不错，以后可以多带带他。陈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的车没通行证，进不去，让您受累了。
没有唐岩老师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这份恩情，必须记一辈子。陈飞，你太客气了。陈艾老师好。陈艾老师晚上好。这就是身份地位变化带来的冲击感吗？不过，这些人怎么都认识我？是韩部长提前把您的照片在工作群里公布了，怕产生不必要的误会。这韩情能干到管理层，果然有2把刷子。唐岩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太忙了，没亲自去接你。没事儿，有陈飞在就行。唐岩啊，这次你可是咱们公司的大功臣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这2年业绩压力太大了，总算靠这小子扬眉吐气了一回。吴哥，今天可让你破费了，云顶这席面太好了。没事儿，一点小钱，大家吃好喝好。3桌花了我3、4万，1个月生活费没了，但为了在沈西妍面前装这个逼，值了。杜胜，咋没看到唐岩呢？就他一个没来吧？他挣钱去了，太忙来不了。挣钱？去送快递了？不一定哦，也可能是被富婆包养。看吧，光学习好有啥用？还得是我们吴哥，听说都当上学生会副主席了。低调低调。沈心妍，看到了吗？当初选择唐岩是多么错误，我才是你的良配。一群蠢货，我严哥1个月挣200多万，你们知道吗？等着吧，有你们后悔的时候。唐岩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我爸说今天3楼被他们公司包场办庆功宴了。唐岩右边的是歌手宋子航，左边那个，天啊，是乾隆传媒电视部的冯副部长，我爸的顶头上司。冯部长怎么会对他这么客气？难道那天开保时捷送唐岩的漂亮女人不是富婆？唐岩真的发达了？我之前说了他那么多坏话，万一他跟冯部长歪歪嘴，我爸工作就完了。我们还在为实习发愁，他怎么就能决定我父辈的前途了？妍妍，你最近和唐岩联系没？没有，他把我微信、手机都拉黑了，真是胆大包天。他沈心妍啊，沈心妍，你甩掉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云林辛苦了，现在风之爱稳居第1，可以松口气了。别再给我安排通告了，我要好好休息1个月。别掉以轻心，这个第10名的相片再借500年，你关注没？听过，歌还行，不过就是一首冷门歌，能到第10已经是极限了，对我没任何威胁。快看赛季榜！连跳3级，这可是巅峰前10的神仙打架，什么档次啊！云林，这首歌太古怪了，后面1个多月别歇了，全力以赴，别阴沟里翻船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就算他冲到第2，离我的销量差距依旧巨大，他超不过我的。我出道多年，近千万粉丝，怎么可能输给一个新人？看来我也得买辆车了，干啥都不方便。这地方一顿饭总折上万，都是哪来的钱？小杜啊，这瓶茅台不够喝，再去拿1瓶。哦，对了，再拿2条华子。韩晴那么聪明的女人，竟然有这么蠢的弟弟，真好笑。孙哥，这么给他挖坑不会出事吧？他现在可是红人。哼，怕啥？我们背后站着的是谁？好好宰这小瓜皮就行。
来，下次别这么客气了。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严哥，我看你火了，也想自己导演电影，就找了我表姐，她推荐了那个高个的，叫孙庆泽，是他们公司电影部的副部长。电影立项了吗？投资拉到了吗？没有，什么事儿都不办就拉着你吃喝，你被人当冤大头了，知道吗？这种饭局几次了？6、7次吧。靠，次这么吃，坑你10几万了吧？不对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我自己有3000，从我姐那儿拿了1万，剩下的10几万是别人借我的。谁能借你这么多？我们导演系一个大4学长，知道我缺钱，就借了我20万。你刚缺钱就有人送上门20万，还不要抵押？你觉得你比极品妹子还香吗？这是毒馅饼。我不是想着电影火了，这点钱随便就还了。别说了，让我捋捋。这20万你肯定还不上，他们就会在学校里催债，把你名声搞臭。但搞臭你一个学生有啥好处？对了，你姐，你这个二傻子，这帮人真实目的就是为了你姐，还不告诉你姐？啊？那得赶紧找我姐说清楚。那个矮个的，我偷拍了照片发你微信。那个孙庆泽原先算我们派系的，现在看来是反水了。照片我收到了，我去查一下，你等等。查到了，矮个子叫白强，是白文辉的人。白文辉是谁？咱们乾隆作曲部的1把手，你都不知道？因为向天再借500年大火，我话语权大涨，年底可能提拔部长。老部长白文辉不甘心，就想在背后捣鬼。如果这时候爆出我以权谋私，加上你欠钱的丑事儿，我的提拔肯定就没戏了。我明白了，唐岩，谢谢你。这事儿我会出手，你们不用管了。公司斗争，我现在确实插不上手。想动白文辉这种人，还是得继续搞钱，提升地位。不过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杜胜，被人打了脸，就得狠狠打回去。既然他们瞧不上你，你就拍一部好电影出来，狠狠打他们脸。男人得靠自己。可我现在没钱，也没剧本，拍个毛啊！我给你一个剧本，你去拍。你有剧本？其实都没有这首歌，单独发效果不够。既然找不到合适的影视，那我就自己给自己定制一部。严哥，你准备投多少钱拍电影？2000万？200万，滚犊子吧！我自己都没有2000万。啊？200万够干啥？拍出来的能看吗？我给你几个亿，你拍出好电影那叫超能力，小资本大票房才叫真本事。我让你拍的是网络电影，钱不够我再想办法，你按我指点去拍就行。严哥，这本子可以啊，真是你写的？你还会编剧呢？我一个朋友写的。他叫什么名？片尾要署名的。他叫路人甲。路人甲。另外，这部电影的配乐我来负责。义父，盛飘迎半生，未逢明主，愿拜为义父。身家230多万，大半个月就剩30万了，花钱能力也是没谁了。还好，再有10天，下个月的歌曲收益就到账了。翻车？呵呵，那不存在的，他是不可能超越我的。我他妈乱立这 flag 干啥呀？严清禅，火烧眉毛了，你还有心情听歌？你都被人挤下赛季榜第3了，都怪那首《向天再借500年》。你怎么还听竞争对手的歌啊？好听呀，姐姐，那些排名销量我不在乎的，反正我们家也不差这点钱。爽，安全感又回来了。离1000万解锁系统定制功能还差300多万，卡里还剩537万，该买辆车了。都啥年代了还递纸条？怎么被校花甩了，就退而求其次来找我？当老娘是垃圾回收站吗？我招谁惹谁了？我就是个工具人啊！卡里有500多万 ，BBA 来一辆，奥迪太商务，宝马有点渣，就奔驰吧。什么黑丝白丝都不如梅赛德斯。这么年轻，估计是来看眼影的。不过万一以后发达了呢？莫欺少年穷。C 级太小，异形差点意思。S400L 好像没迈巴赫 S480划算，就它了。这款迈巴赫 S480黑外棕内有现车吗？啊，有的。落地价多少？加上装潢要186万。行，刷卡吧，手续快点，我晚上还要回学校。真刷卡？您都不还价的吗？
这是什么操作？穿着普通地摊货，以为是来过眼影的，结果全款提了迈巴赫，太玄幻了吧！前世做梦都不敢想的豪车，今生随便就全款拿下，心里痒痒的，还真挺激动。恭喜您成为尊贵的梅海德斯车主，愿三叉星辉照亮您的事业和前程。哟，今天没去舔女朋友，稀奇啊！嘘，别提女朋友了。啥情况？老邓下午看见他女朋友朱雅琪上了一辆宝马530走了，打电话不接，发微信不回，然后就这样了。这么快就来了？上次吃饭就觉得那姑娘不对劲。会不会是他爸爸？那个男的看着比我们大不了几岁，他爸能那么年轻？金主爸爸不也是爸爸吗？老唐，从此咱俩就是天涯沦落人了。你被沈大校花甩了，我也失恋了，以后咱俩相依为命吧。我靠，我卡里几百万，楼下停着迈巴赫，我那是水泥封心不想谈，你那是真没人要，这能一样吗？我跟你们说，现在的学生真牛逼，还在上学就买迈巴赫了。我刚上来看见咱们楼下停了辆没上牌的迈巴赫，那气场！狗日的门卫，我爸开雪铁龙来都不让进，人家没牌的迈巴赫就能进。这年头就这样，女人不也一样吗？我靠！严哥，楼下那辆迈巴赫是你的？是啊。堂哥，多少钱买的？180个 W。我操，180万！你哪来这么多钱？写了首歌挣的。别逗了，我盲猜一首，你肯定是中彩票了。能不能借我开开？你不会是想开着迈巴赫把你那个被宝马5拐跑的女朋友追回来吧？那种女人不值得。再说了，你们有驾照吗？就想开，去考驾照吧。考好了借你们开开也不是不行。新的奋斗目标，考驾照，开义父的迈巴赫。严哥，跟我去一趟天海艺术学院呗。咋了？咱们电影还缺个女主角，去那边面试个演员。我那边有个朋友介绍的。朋友？男的女的？女的，网上聊的还可以。网恋？可以啊你。主要是我没车嘛。靠，原来打这个主意。行，义父就陪你去一趟，面试女演员，听着就带劲。这么巅峰的时刻，不发个朋友圈岂不是白瞎了？太爽了！哎呦，这辆车是自己的就好了。一个黑胖子，一个帅是帅，但穿的一身地摊货，打着拍电影的幌子骗妹子的吧？不好意思，这里人太多了，我们换个地方谈吧。去车里说吧，就在步行街口。你们把车开进来了？迈巴赫，看来有点东西。剧本挺好，那就谈下片酬，你们能给多少？2万。2万就够买个包，而且传出去我身价都掉了，以后还怎么接戏？能不能加点？2万实在太少了，你们开着迈巴赫应该不差这点钱吧？这个真加不了，剧组预算有限。那对不起了，杜同学，这次就没法合作了。错过了太可惜了，而且时间紧迫，没时间再慢慢找人了。喂，我是杜胜。杜导，咱们戏的主题曲有人负责了吗？我有个同学是作曲系的。不用试了，咱们这部戏的配乐由一粒尘埃老师负责。一粒尘埃，不好意思，杜导打扰了。杜同学，你说的一粒尘埃是当前赛季榜第1的那个吗？对啊。杜同学，这部戏我愿意演，就是不要片酬也可以。我去，不早说！一粒尘埃自带巨大流量，他配乐的电影就是烂片都有人看，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。我兄弟现在这么牛了吗？提个笔名都这么好使。快中午了，我请你们吃饭吧。开迈巴赫，投资电影，请得动一粒尘埃，难道是个扮猪吃虎的富二代，还是感情空窗期？这一身地摊货，简直是清新脱俗。这女人段位挺高啊。等等，怎么突然感觉好像忘了什么？靠，把贺群峰那俩货给忘了。这2个老六吃饭居然忘了我们，一会儿必须狠狠宰他一顿。老唐发达了，会不会瞧不上我们了？不会吧，老唐对兄弟一直不错的，嘿嘿。不过他发达了也是单身狗，我好歹还有女朋友呢。惊为天人，这才1-2个小时就勾搭上这种极品了，这就是迈巴赫的实力吗？酸了酸了，别傻站了，坐啊。这是天意的学姐王可心、张小玉。老唐，你这大户请美女吃饭，我们可得好好沾沾光。你们想错了，不是唐妍请我，是我要请唐妍和你们吃饭。有迈巴赫，还有美女上赶着请吃饭。你清高，你了不起。这妹子真懂男人心理，捧哏捧得舒舒服服。这顿我请，大家吃好喝好就行。他说他请，就让他付。为了点面子当冤大头，
没必要。严哥，那宝马是吴东赫的车。吴东赫，那个对沈心妍有想法的高中同学，好像就在天意上学。东赫哥，那不就是辆奔驰吗？你怕他干啥？还给他让道？那是迈巴赫，比奔驰 S 级还牛逼。记住，开跑车的富二代不一定能怎样，但开迈巴赫的大佬绝对不要惹，这里面水太深。不过刚才开车那个人怎么有点像唐岩？不对，肯定看错了，他怎么开得起迈巴赫？唐岩同学，马上元旦晚会了，系里要出原创歌曲，你参加吗？我就不参加了。为什么？第1名有大额奖金，还能写进档案，对找工作很有帮助。多少钱？5万元。才5万？那当我没问。我系统抽一次奖都要10万，5万有毛意思？再说，我一个赛季冠军去参加校内晚会，不是欺负小孩吗？唐岩，5万可不是小数，你为啥这副表情？哦，我是怕我随便写首歌就拿了第1，让别人怎么办？怎么样？他参加吗？他没兴趣，说怕随便写首就拿全校第1，让别人没面子。他在搞笑吗？还随便写就全校第1？大4的李静和学长歌都上在即榜了，人家开玩笑呢，你还当真了？我早说了他没那实力，你还不信？他好歹是年级第1，万一能写出好歌呢？考试是考试，才华是才华，只会死读书的人很多，真正有才华的能有几个？这气质，仙女下凡啊！是不是遇到什么急事了？要去哪儿？我送你。专车司机被堵路上了，小姨还在医院，但这人……这个点不好打车，你要再不上车，事儿可能就耽搁了。乖乖，近看更不得了，这颜值犯规了吧？不行不行，恋爱狗都不谈，搞钱要紧。麻烦送我去新区第3人民医院。好，这嗓音，老天爷也太偏心了，给了绝美容貌，还给天籁嗓音，不给别人留活路啊！别换，就听这个吧。哦，好，没想到这种仙女也喜欢听这么大气的歌，看来是真火了。她要是知道写这歌的人就在眼前，会是什么表情？谢谢，多少钱我付给你？不用了，你赶紧去医院吧。竟然联系方式都不要，乾隆传媒，向天再借500年，就是他们公司的歌吧？不是让你等我2分钟吗？你怎么坐上别的男人车跑了？遇到坏人怎么办？没事儿，他是个好人。那男人开什么车？迈巴赫。哦，这还凑合，不是鬼火少年就好。走，赶紧进去看小姨。唐岩，这是你新买的车？你一个大3学生，居然买这种老干部车，我还以为你挣了大钱，会提辆跑车带学妹兜风呢。韩部长，你想多了。你平时很少来公司，今天来有事儿。该不会是又有新歌了吧？对，真有啦！这也太快了，正好录完歌可以冲击春季赛，有向天再借500年的热度加成，下首歌成绩不会差。不过这么短时间，质量肯定比不上向天再借500年，金曲可遇不可求。算了，能赚钱就行。对了。向天再借500年定榜赛季第1后，你的作品分成等级就能提高。还有等级？当然，刚签约是职业作曲人分成，后面有了成绩就是银牌作曲人，再上面是能写出很多金曲的金牌作曲人。有没有比金牌还厉害的？有啊，拿了全球曲圣奖的，那都是业内瑰宝。银牌作曲人能拿多少分成？你现在是3成，银牌能拿到4成，多1成。按向天再借500年的收益算，能多拿300多万，很香了。这次新歌你还想找言承飞吗？他不太适合，这次的歌是首苦情歌。啊？情歌？你这跨度也太大了吧？该不会是看到网上那些专家说他只会写冷门歌，不服气，想写首主流情歌打他们脸？现在的年轻人也太气盛了，算了，让他受点挫折也好。一粒尘埃，你好，我是梁秋阳。我是泡沫之夏，嗨。都是前辈，不能骄傲。哇，蓝星的歌手都好卷啊，这嗓音条件比前世专业歌手都强。
一粒尘埃老师找我们来，真是唱情歌？是啊，我也纳闷，他不是写向天再借500年那种大气磅礴的歌吗？不管是什么歌，这都是个天大的机会。怎么是首情歌？小刘，你是不是拿错谱子了？没错啊，尤老师，就是一粒尘埃老师写的。尘埃老师换风格了，他这是想证明自己能写主流歌曲。年轻人啊，太意气用事了，刚火就转型，这新歌质量怕是悬了。管什么歌呢？都认真点，忘了这2个月的奖金是谁给的了？对对对，尘埃老师写什么，我们都全力支持。天啊，这首歌的质量竟然这么好，词曲编曲全是顶级的，我真是捡到宝了。唐嫣这家伙到底是什么妖孽？红彤彤的票子在向我招手。尘埃老师，请收下我的膝盖。孔志文唱的不错，但总感觉差点意思。这个许依然声音很独特，非常适合这首《其实都没有》。就他了，新人又如何？我只看实力。尘埃老师决定由许依然小姐来演唱这首新歌。我？怎么会是我？孔志文老师可是2线歌手，我只是个新人，我以为自己是来陪跑的。难道尘埃老师喜欢捧新人？上次的言晨飞也是。我一定要好好唱。韩部长，这首歌我要授权给一个电影当配乐。你还拍电影了？是我朋友杜胜。杜胜，唐嫣，你总算来上课了。你最近怎么老是翘课？就算你写不出好歌，也不能这么颓废啊！专业课知识很重要的，以后毕业了还能当个音乐老师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，以后一定好好上课。干啥啊，哥几个？相亲去啊？今天学校元旦晚会，你忘了？哦，最近学习太入迷，忘了。屁！你1个月翘课10几天，还好意思说认真学习？不就个晚会吗？你们又没节目，整这么帅干啥？你不知道，好多漂亮妹子要上台表演，连校花沈心妍、周梦瑶都去。哥们儿必须整帅点，说不定今晚就脱单了。你是忘了上次失恋的大嘴巴子了？走吧，老唐，一块儿去。今儿201必须全军出击。对，停，我去还不行吗？别拽了，我这50块的衣服要被你们扯烂了。严哥，开迈巴赫去呗。开毛线就1.5公里，走着去。我那车加的是98号汽油，老贵了。严哥，求你了，这1.5公里油费我出，我再给你洗1个月臭袜子，还有我。2个月不行，最少半年。行，半年就半年。行了，别装了，赶紧找位置去。妍妍，刚才那个开迈巴赫的，怎么有点像唐嫣？不可能，他给我买个7000的手机都得攒好几个月，怎么可能开得起迈巴赫？就是盛楠，你肯定看花眼了。倩倩，你怎么了？欲言又止的。我有啥话直说呀。我觉得那辆迈巴赫真是唐嫣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上个月在云顶国际酒店看到唐嫣和一群成功人士参加宴会，潜龙传媒电视部的冯立峰副部长对她竟然都有些讨好的意思。冯立峰，潜龙传媒的副部长，巴结一个在校学生，这怎么可能？唐嫣家境不是很普通吗？不可能，我不信。云顶国际酒店那天吴东赫生日我也在，难道是真的？他拉黑我，对我冷漠，原来他真的变了。老张，你们班这次入围了几个节目啊？兵不在多，贵在精，谁能拿奖学金才是关键。还是学生啊，集体荣誉感还挺强，有意思。没想到比我好的歌还有这么多。靠，要输给2班了。输了会被他们嘲笑一整个学期的。现在只剩我写的那首歌了，90分，太难超越了。婵婵，你那些仰慕者要是知道你跑我们学校来看晚会，估计要急疯了。怎么样，我们学校的原创歌还不错吧？勉强还可以。
是，我们一线大歌手的法眼可不是一般歌曲能入的。等等，你在看谁？老实交代，那男生是谁？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，不知道名字就一直盯着看。你这冰山神女也对男生感兴趣了？让我看看是哪个才子。咦，不认识啊。下面请欣赏作曲一班原创歌曲《青春永不过时》。不对劲，有古怪。是于峰泽，那个2线歌手，他怎么会来？难道要亲自演唱？没错，今天作曲2班的最后一个节目就是由于峰泽老师亲自演唱。玩赖啊，请外援，一个破晚会至于吗？这不是纯玩不起吗？就凭你们一班几十号人能翻起什么浪？今天我请来表哥于峰泽助阵，就是为了赢。去年你们赢了，藐视了我一整年，今年该轮到我带领2班翻身了。欢迎于老师，不知道您今天要带来什么节目？最近网上翻唱挑战不是很火吗？那我就在这里翻唱一下《向天再借500年》吧。98分，不出意外，这将是今晚的最佳节目。于老师，您感觉今天的现场翻唱相比原唱怎么样？我要略胜一筹吧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说自己比原唱还强？对，你没听错，言晨飞不过是个运气好的新人罢了。如果这首歌当初给我唱，现在巅峰第一还不知道是谁呢。什么鬼？太自大了吧！关键高音部分根本没唱出帝王之声的感觉。啧啧成名时，言晨飞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我们啧啧最棒。翻唱就算了，还踩一捧一，言晨飞是我选的人，你这是瞧不起我的眼光。陈飞在哪儿？陈哀老师，我在静海区参加宴会，喝酒没？嗓子状态怎样？没喝，状态很好。老师有事安排，那麻烦你来我们学校一下，可以吧？当然，最多10分钟赶到。麻烦你了。你说真的？嗯。石主任，我们一班要临时加个节目。不行，晚会都快结束了，乱弹琴。言晨飞来也不行。哪个？赛季榜那个言晨飞？对。哎呀，小姚，还是你们一班有能耐，快，想怎么加就怎么加。院长那边我去解释。主任，我还是喜欢你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。陈哀老师，我来了，什么事儿？等下上台，帮我们班唱一次《向天再借500年》，可以吧？没问题。同学们，作曲一班为我们邀请了一位重量级嘉宾，下面有请冬季赛冠军歌手言晨飞。不会吧？刚装完逼，正主真来了！我操，真是言晨飞本飞！快掐我一下，这不是做梦吧？沿着江山起起伏。破案了，是唐岩！你看他刚才和言晨飞的聊天记录。原来我一直瞧不上的同学，竟然这么厉害！唐岩，你一个电话就叫来了赛季冠军，你到底什么身份？天啊，这歌现场也太燃了！确实不错。那个男生和叫姚兰的女生说了几句话，然后姚兰跑去后台，没一会儿言晨飞就来了。你跟言晨飞到底什么关系？我就是一粒尘埃，向天再借500年的作曲人。你说你跟言飞是表兄弟，我们还勉强信，还敢冒充赛季冠军作曲人，大胆！你们听说了吗？一粒尘埃新赛季又有新歌，居然是首情歌，真的假的？第2首歌就转型，跨度还这么大，年少成名，飘了。新歌要扑街了吧？成绩肯定不会太好。扑街，等听了其实都没有的完整版，你们就不会这么想。还有个消息，金牌作曲人金坤云回来了，新赛季携带新歌重磅回归。金坤云，那个最擅长打榜的口水歌之王，他都2年没出山了，怎么这次回归了？唐嫣第一次写情歌就要对上这种怪物吗？这下有点悬了。还不是因为上次给杜胜下套的事儿，那小子没上钩，赵总点了我好几次。孙不放心，那小子快倒霉了，我一直盯着他，他不知道从哪儿拉了投资，拍了部叫《遗憾》的网络电影。网络电影那也叫电影？他一个穷学生哪来的投资？肯定是韩晴投的钱呗。就杜胜那2下子拍出来还不亏出啥？到时候韩晴的家底儿都得赔光。好，
那就再给他加点料，让你手下水军出动，好好黑一黑。得嘞，您就瞧好吧。林哥，好消息！一粒尘埃下赛季的新歌是首情歌。你说真的？消息确认了。好，太好了！你一粒尘埃竟然敢写情歌，那可是我的绝对领域。新赛季我必须雪耻。唐岩，恭喜拿下冬季赛冠军，抽空来公司签新合同，以后你就是银牌作曲人了，分成更高。好，我尽快过去。另外，你的新歌其实都没有已经上线了，刚开始数据不重要，你早点休息，我觉得这首歌成绩不会差。打榜狂人金坤云的事儿，还是先不给他压力了。必然又是一首大气磅礴的震撼之作，我先尝头汤。情歌，还是女歌手唱的？我梦寐以求的帝王之声呢？熬夜等到现在，不听总觉得亏了。这歌好像还可以。是啊，虽然娶妻生子，但在这座市，我依旧觉得自己是一个人。我也曾经总梦过，后来更寂寞，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。原谅我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男人能娶到自己最爱的那个女人？怀旧，假装我很痛。陈艾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之前质疑你了。你这个人，我这辈子粉定了。仅以此歌献给那些年漂泊在外的你。我靠，是老徐！你小子多久没冒泡了？我操，歌句句入心，声声入骨啊！老徐一冒泡就放王炸，这歌谁写的？一粒尘埃，写向天再借500年的那个。是他，风格差太多了吧？这首歌没有复杂的技巧，而是用最原始的爱与力量哼唱出一个故事，唱出了我们这些在繁华城市里打拼的人内心的真实情感，爆赞！我操，罗伟航大佬，光阴传媒的一线歌手啊，专业人士都点赞了，牛逼！向天再借500年给了我巨大惊喜，这首其实都没有，又会是什么成绩呢？100到500名没有，不错，最起码进100家了。不会吧？难道一夜之间就进了前10？第6，可以啊！我还以为能进前10就不错了。毕竟是大幅度转型，这个成绩已经很稳了。看来我离作曲部1把手的位置又近了一步。前5都是金牌作曲人和一线歌手的强强联手，难怪。第2名是郑云玲的《醉骑梅》，第1又是金坤云的口水歌《我的心砰砰跳》。这么多营销号转发，是有人在带节奏，欺人太甚！键盘侠们都闭嘴！转型新作，合作新人歌手，第1天就登上巅峰第6，就问谁有这个实力？是啊，一个出道不到3个月的新人，带一个毫无名气的新歌手，拿到这个成绩，已经逆天了。韩部长有什么指示？老常，你们公关部是干什么吃的？韩部长，您这话从何说起啊？算你识相，还知道我马上要升部长了。你先去看看网上关于其实都没有的新闻，再来说话。韩部长，我看到了，这明显是有人在恶意操作，大意了。我们公关部马上商量处理办法。我不要什么处理方案，我要立刻给我反击，全线反击，明白吗？当我们乾隆传媒是泥捏的。明白，马上办，马上办。赛季第6，销量近60万，不错了。这首歌不像向天再借500年那么燃，能有这成绩，一晚上挣35万，还有啥不满意的？何况我的王炸还没出呢。哟，乾隆财务部效率可以啊，怪不得都抢第1，光奖金就300万，谁不想要？加上之前的钱，总资产
1076万，正式突破1000万大关。宿主资产已达1000万，满足第一标准。是否花费200万开通歌曲定制功能？开通。歌曲定制功能已开通，以后再也不用运售抽奖限制了，美。不过800多万，在天海连套好点的房子都买不起，仍需努力啊。韩部长，您别看了，一天看800遍了，现在已经过了最激烈的时刻，大局已定，您就认命吧。陈艾老师转型能拿第6已经很牛了，咱们别好高骛远，现在应该全力稳住第6，别被后面的爆了才好。你这乌鸦嘴！嘘，去吃晚饭吧，韩部长，食堂今天有您最爱吃的盐焗蟹。小牙说的对，心态要稳，保住第6就行。前5确实不要妄想了。孙哥，这么早叫我来啥事儿啊？夜生活还没开始呢。看电影。看电影？咱俩？这正经不？杜胜拍的那个网络电影，今晚6点上映。哦，就那破电影有啥可看的？一个学生娃导演，扑街是肯定的了。别忘了，这背后是韩晴在主导，我断定这是他个人投资。要是赔了，我看他还怎么嚣张。那娘们最近风生水起的，看着就不爽。我让你安排的水军呢？都找好了，您就放心吧，保管让他们这部电影口碑臭掉，赔个底朝天。就这平平无奇吗？不对劲儿，这拍摄角度、剧情衔接、光影构图，完全不像个新人。难道背后有高人指点？我在脚步风速的我操，这配乐！依然一个人生活，我也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那种特别干哑的喉。每个人唱着淡不都有遗淡憾的哀愁，我也曾经做梦过，后来更寂寞，我们能完了，这部电影怕是要火。我靠，一个网络小电影，硬是给我看哭了。最催泪的就是这配乐和片尾曲，这歌哪来的？赶紧去下载。电影没交代为啥分手，但我懂，肯定是现实呗。女主家境好，男主普通，唉。这部电影当初是杜胜先来找的我们，我他妈把一座金山亲手给扔了。我的好部长，您又在看排行榜，我都说了，其实都没有，最多就第6了，不可能再高了，您就别妄想了哦。什么情况？数据出错了，怎么可能？一下子从第6跳到第3？韩部长，这不科学啊！官方数据不可能出错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歌怎么突然就爆了？会不会是陈艾老师那边？唐妍，新歌销量和排名突然暴涨，你有没有关注？你可以关注一下你表弟杜胜拍的那部刚刚上映的电影。原来这才是王炸！我之前居然以为是部扑街电影，根本没放在心上。韩部长，快看，第2了，把郑云松的《醉奇梅》也超了。韩部长，快看赛季排行榜。登顶了，又登顶了，这也太爽了吧！作曲部部长韩晴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真正的决策层了。小韩，恭喜啊！何总，有件事要嘱咐你，以后唐妍的待遇要提到最高级，生活上多关注，多帮他解决麻烦，要让他对公司形成归属感。何总，您的意思是？他的事儿，能满足的必须满足，满足不了的，想办法也要满足。老贺，聊天就聊天，能不能别笑得那么猥琐，影响好学生学习？老唐，你羡慕我有女朋友就明说，我教你，
追女人就得信息秒回，饿了送饭，电话他先挂。这不是舔狗秘籍吗？唐妍，中午有时间吗？我想请你吃个饭。请我吃饭？我俩好像没那么熟吧？他现在刚分手，还是个身家丰厚的白马王子，我可不能错过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中午有事，没时间。好吧，那下次有时间我再请你。这么优秀的男生，有点清高很正常，不能像那些舔狗一样。啥情况？傲气的班花主动约饭被拒，居然还不生气？我求爷爷告奶奶约我女朋友吃饭，人家还不一定给面子。这狗贼，人比人气死人啊！那不是言晨飞吗？刚红就玩始乱终弃了。韩姐，啥情况啊？这是他啊，言晨飞很久以前那位前女友，当年有点小名气就看不上言晨飞了，把他甩了。也是我们公司的。这不看言晨飞现在凭向天再借500年爆火，成了公司台柱子，又想回来复合了。还真挺狗血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啊。唐妍来了啊！最近怎么样？新歌成绩斐然，真是我们潜龙的福将啊！晚上我安排个饭局，咱们得好好庆祝一下。何总您太客气了，下午还有课，饭局就算了。好，那就不耽误你上课。以后在公司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。小韩，记住我上次说的话，对唐妍一定要让她感受到家的温暖，要让她对我们乾隆产生归属感。我明白，何总。唐妍，能不能麻烦你送我们回学校？可以，上车吧。唐妍，今天周一你怎么没上课？来这边做什么呀？严哥去公司签合同去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严哥可牛逼了，自己做点小生意，1个月挣上千万。哇，年轻帅气，还这么会挣钱。傻兄弟，你跟女人吹你兄弟牛逼，她只会跑来惦记你兄弟。一定要找唐妍问清楚，元旦那辆迈巴赫到底是不是他的。沈心妍，你又来找唐妍？姚同学，唐妍在教室吗？中午下课后就不见了，估计下午又翘课了。哦，真的是他，那辆迈巴赫真的是他的。他发达了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不对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班长，下午几节课啊？2节课。唐妍，你该不会又要翘课吧？你这个月翘多少课了？非要挂科才开心是吧？不翘，我停好车就去，走了。姚同学，等一下，我想问问，最近学校里关于唐妍的传言都是真的吗？应该是真的吧，都说他现在1个月赚上千万了，不然怎么买得起200万的迈巴赫？哦，对了，元旦晚会上那个冠军歌手言晨飞也是唐妍一个电话喊来的。啊，后悔了吧？早干嘛去了？月入1000万，开迈巴赫，还能请来当红歌星，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唐妍吗？如果当初我不分手，现在坐在副驾驶的就是我了吧？不，我还有机会。他当初那么喜欢我，我去挽回，他肯定会给我机会的。严哥，你3两件衣服都收拾1上午了，赶紧回家啊！我还等着吃我妈做的粉蒸肉呢。穿越过来几个月，一直不敢真正面对这一世的父母，心里既憧憬又抗拒，近乡情怯啊，怕个毛！富贵不还乡，如锦衣夜行。走。严哥，干嘛不载他们一下？正好顺路啊！叙叙旧情，沈心妍肯定就想复合了。停，快打住！你知道多做俩人得多烧我多少油吗？再说那种小仙女我可消受不起，谁爱供谁供去。变化太大了，从穷学生到身家千万，开着迈巴赫回家，该怎么跟爸妈解释呢？
妈，我回来了，饭好了没？快饿死我了。妍妍回来啦，快坐，外面冷吧？饭马上好，都是你爱吃的。这就是我妹妹小糖果，几个月不见，一点没生疏，反而更黏我了。哥哥，妈妈怕我长虫虫，每天只让我吃一个兔兔糖，这是我好几天没吃攒给你的。这样的妹妹，不把她宠成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公主，简直天理不容。这就是家的味道啊！哎，今天咱们单元楼谁家来亲戚了？我刚回来见楼下停了辆迈巴赫。没有啊，没听说。我还以为谁家来了有钱亲戚呢。这小区哪儿见过这种豪车？爸妈，咱就说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性，那车是我买的？妍妍，你是不是干什么犯法的事儿了？可不敢啊，咱们不能干那些丧良心的事儿。爸妈，你们想哪儿去了？果然，早就料到会是这个反应。你们知道一粒尘埃吗？没听过。你是说，写《向天再借500年》那个作曲人？那歌是真好，我们场晚会还有人唱呢。我就是一粒尘埃。啥？咱家孩子写的。不信你们可以去问杜胜。还有，这是我跟公司签的合同，这是银行的转账记录，都是合法合规的收入。多吃点。老爸本来准备喝2盅的，酒都不喝了，原来是在这儿等着呢。老李，遛弯呢？哎呀，这车是我儿子刚买的，非要拉我出来兜兜风。哥哥，你有了车是不是就能经常回家陪我玩啦？我不想好几个月才能见你一次。以后隔3差5就回家一次，谁食言谁是小狗。太好了，你是我最爱的哥哥。爸，去奥辉商场吧，给你们和我妈添几身新衣服。爸妈身上的衣服都穿了好几年了，袖口都磨白了。行。别去奥辉，那太贵了，随便一件衣服就上千，去乐惠就行，经济实惠。妈，没事儿，咱家现在不差钱。个、10、百、千、万、10万、100万，这钱妈不花，都帮你攒起来，以后给你买房子娶媳妇儿用。妈，我这大学都没毕业，您就想着给我娶媳妇儿了？不用攒，这钱就是给你们当零花钱的，随便花，不用省，以后我还会赚更多。那可不行，不能挣点钱就大手大脚，万一后面赚不到，这就是压箱底的钱。你们二老要是不花，那我以后挣钱哪来的动力？要是再这样，我可就直接开摆了。妈，你和我爸明天就去把工作辞掉，以后就在家享清福。那怎么行？我跟你妈才40多岁，正年轻力壮，哪能就坐着不动了？上这么多年班，一下不上了，人也习惯不了。我不管，妈，你在小区里扫地的工作必须辞掉。爸，你要是还想在厂里干就干，不过以后不许加班了，咱家不差那点钱。先生，您看这件是我们今年的最新款，设计和用料都是顶级的，上身效果特别好。这件多少钱？阿姨您真有眼光，这件活动价只要8800。不看，太贵了。妍妍，我们去那边看看，那边几百多的就挺好。明明卡里都有100万了，可老妈还是舍不得花钱。你好，帮我把这件、那件还有手上这件一起打包，谢谢。哥哥，起床吃饭啦！
同学们，快过年了，要不要聚一聚？今年咱们去郊区的清江度假村吧，能玩2天，人均也就300-400。这个好，我报名，算我一个。我租个大巴车，大家在学校附近集合，要去的报个名，我统计一下。我就不坐大巴了，我坐唐岩的车过去。唐岩买车了？真的假的？还没毕业就买车了？他能买啥好车？最多就10来万的大众呗，这有啥可吹的？张峰豪，你别酸，上学就能买10来万的车已经很牛逼了，你买得起吗？瞅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别忘了吴东赫上大一就开宝马530了。心妍，后天你怎么过去？坐我车去吧。不用了，我和大家一块坐大巴。严哥，后天咱们几点出发去清江度假村啊？我又没说去，你自己去吧。为啥不去啊？以前同学聚会你不是都参加的吗？往年是因为沈心妍爱去，我才跟着去的。今年还不如在家陪小糖果呢。哥，咱去吧，实在不行我给你洗1个月袜子。不用，贺群峰、邓宇鹏的半年还没洗完呢。真不去？对。严哥，听说今年有人把光明顶都请来了，你确定不去？光明顶，李老师，李卫华老师对我一直很不错，这么久没见，是该去见一见了。行，那我也去吧。群里说的是真的，唐嫣真买车了。这种车一个学生都买得起。唐嫣，你这是寒假兼职，给哪个大老板当司机去了？当什么司机？这就是我严哥自己花180万买的新车。唐嫣，你真花180万买了这种豪车？看吧，我就说肯定是租来的车，想借着同学聚会装逼呢吧？我和杜胜说的是186万买的，这小子现在有点膨胀，连6万都敢给我直接抹零了。上次同学聚会，他还是围着沈心妍转的跟屁虫，这才几个月，怎么变化这么大？这车不是前些天在学校门口碰到的那辆吗？我爸几千万身家，也才开个奔驰 S400，这家伙。走吧，进去。李老师，老班，好久不见，您以后可别总熬夜了，常年带冲刺班太操心，身体会吃不消的。行，以后我多注意。这位庞老师比较看人下菜碟，算了，没必要热脸贴冷屁股。怎么回事？好像是跟前台吵起来了。李老师，打起来了，您快来处理一下吧。班长忘了预定您和庞老师的房间，想跟前台协调一下，结果前台说话很难听，赵健看不下去，就推了他一下。别急，我来处理。小姐你好，我是他们的班主任，这事儿是我学生莽撞了，一场误会，我替他们说个对不起，就这么算了吧。老师，你看看你带的这叫什么学生，跟流氓土匪一样，还动手打人！今天不给我个交代，我就报警，谁也别想好过。我是酒店副总经理曹新云，怎么回事？这个姚春红搭上杨总就飘了，迟早是个祸害。不过为了一帮穷学生得罪他，不知道。这样吧，李老师，你学生动手打人肯定要负主要责任，让他好好道个歉，再给点赔偿，这事儿就算了。不可能，是他先挑事了，凭什么我道歉？我宁可被拘留，也不受这个气。李老师，这事儿闹大了，我们酒店受不受影响不好说，但你的工作就未必干得下去了。你也不想这样吧？威胁我的老师，当我不存在。曹经理是吧？我是古贤高中的老师庞建兴，你们酒店如果还想好好开下去，就赶紧给我们一个交代，否则别怪我让你们开不下去。一个高中老师算个屁，还让我们开不下去？你咋不上天呢？跟我这装什么大尾巴狼？你给我等着！我靠，一粒尘埃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完了，踢到铁板了。他可是集团总部的红人，副总裁都客客气气的。他一个电话，别说我，就是我上司的上司都得滚蛋。明白了，这是让我先处理好眼前的事。
这事是我们酒店的过错。姚春红，你还不赶紧向同学们道歉，态度认真诚恳点，听到没？啊，曹总，刚才不是让他们给我道歉吗？让你道歉就道歉。姚春红，你听不懂话是吗？赶紧给我道歉，不然立马卷铺盖滚蛋！对不起，小姑娘，今天是我的错，之前是我态度不好。算了，李老师，这事儿是我们的失误，为了弥补，今天你们的午餐全部免单，房间也全部安排到位。小王，马上去安排最好的天水厅。天水厅，那不是最奢华的包厢吗？这也太夸张了吧！难道是刚才那些人嘴上说不管，实际还是帮忙了？肯定是这样，连李卫华都搞不定，被我一个电话就解决了，爽！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年轻人突然就怂了。我看是庞老师的功劳，他打了几个电话，事情就解决了。还是庞老师厉害，人脉广啊。没事，小事一桩罢了。40来岁的人了，还这么幼稚，瞎揽功劳。唐爷，你笑什么？刚才出事你躲在后面，现在倒来笑了，什么意思？你算什么货色，也敢来阴阳我？刚才大厅闹起来，你怎么一个屁都不敢放？你能让曹副总陪着的，肯定是酒店总经理了。庞老师真牛逼，总经理都亲自来敬酒了。一粒尘埃老师，我是度假村总经理杨军。今天的事实在不好意思，是我管理不严，给您敬杯酒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千万别和我们一般见识。一粒尘埃就是那个连续2个赛季登顶赛季榜第1的作曲人唐岩，是一粒尘埃。他是一粒尘埃，完了，幸亏刚才没发飙。他竟然是一粒尘埃，怪不得，原来我甩掉的是这么优秀的人。原来如此，在云顶酒店的时候我就该想到的。这孩子，没事，就这样吧。谢谢尘埃老师大度。尘埃老师，您和同学们这2天在度假村的消费全部免单。不用，我们是同学聚会 ，AA 的。高处不胜寒啊。干什么？唐岩，我们和好吧，我们回到以前那样，行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我也没有背叛你，只是和平分手，为什么不能复合？因为人生没有后悔药，错过就是错过了。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保证以后一心一意对你。给不了，我已经不喜欢你了，别再来烦我。那给我一次爱你的机会总行吧？不给。难道你有女朋友了？没有。那为什么不能给我机会？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生气？呵呵，你也太高看自己了。我对你早就没有任何感觉了。校花倒追，哭哭啼啼，我严哥竟然毫不搭理，牛逼到这种程度了吗？换作是我，别说分手，就是戴几顶绿帽子，只要他回来求我，我也挡不住啊！你赶紧让开，别被车刮到了，我还得赔你医药费。系统提示：春节活动，系统商城抽奖全场6折优惠。啥玩意儿？还搞春节促销？我早就说了，从此不再抽奖。你搞活动也没用，不抽，爷就是不抽。可是6折真的好香啊！平时20万只能抽2次，现在能抽3次多，感觉很划算的样子。要不抽点？反正卡里还有700多万，又不是抽不起。抽！谢谢惠顾，谢谢惠顾。60万就这么打水漂了？再来10次，这也太黑了吧！孔子，120万啊！不行，已经投了这么多，说不定下次就爆了嘛！再抽几次，不中奖真不抽了。恭喜宿主抽到剧本分类，获得电视剧剧本《家有儿女》第1部。恭喜宿主抽到技能分类，获得大师级二胡演奏技能。恭喜宿主抽到民族音乐分类，获得二胡曲目赛马。终于爆了，这波不亏。妍妍，出来吃早饭了，正好有件大事和你商量。咋了妈？明天腊月28是你姥姥的60整寿，我们家一大早都过去给她老人家祝寿。这还用商量？
那肯定得去啊。今年是你姥姥整寿，我们打算给她老人家置办点像样点的礼物，可能要花个大几万。这有啥可商量的？我不是转给你100万吗？随便买，你们高兴就行。这事儿恐怕是老爸的主意吧？姥姥家那边一直瞧不上咱家，觉得老爸没出息。这些年，老爸每次去老丈人家都脸上无光。现在儿子有钱了，他肯定想扬眉吐气一回。男人嘛，富贵不还乡，等于锦衣夜行。这个愿望必须满足。老唐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一只38克呢。买。我也得备一份礼物，但不能抢了爸妈的风头。那不是俺娘家女婿吗？啥时候开上这么好的车了？那是迈巴赫，得200万呢。日他娘嘞！俺娘家女婿这是发大财了啊！哟，二姐夫到了，正好茶壶没水了，赶紧去倒点。这一圈亲戚里就我混得最好，开个厂1年赚180万。唐安民这个穷光蛋，哼！谢了哈，二姐夫。你说你妹夫一天到晚瞎逞能，大姐家刘琦转学的事儿他大包大揽，结果到现在还没办成，让我多没面子。我找了多少关系了？主要是刘琦成绩差了10分，今年卡的严，谁来都不好使。都咋了？一个个吃枪药了？大姨，表弟刘希真想转学。是啊，4中学习环境太差，他成绩一直在掉，现在离古贤高中的分数线就差10分。这事儿交给我吧。哈哈哈哈！交给你？你要笑死我吧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唐安民，你平时蔫了吧唧的，没想到你儿子还挺能吹牛逼的。二姐，妍妍这孩子咋了？大人的事儿，小孩乱掺和什么？妍妍，喂，韩部长。怎么了，唐妍？你在古贤区教育系统有没有关系？我有个表弟高2，想转学到古贤高中，分数差10分，你看能不能安排？可以，你把他身份证号和父母电话发给我。好。喂，谁呀？任校长，你好，你好，听说我们家孩子想转学啊，过完年直接去办入学手续就行了。好，谢谢您，任校长。古贤高中的校长亲自打来的电话，刘琦转学的事儿解决了。我请客送礼都办不成的事儿，他一个电话就办成了，这啥情况啊？是小糖果的声音。哦，那没事了。糖果，怎么回事啊？哥哥，小鸭姐姐说她妈妈特别能吃，小航哥哥也说他妈妈特别能吃。小鸭姐姐说她妈妈一口气能吃1头牛，小航哥哥说他妈妈能吃1头大象，然后小鸭姐姐就急了，说他妈妈能吃屎，小航哥哥说他妈能吃1斤屎，然后小鸭姐觉得他妈妈不如小航哥哥的妈妈厉害，就哭了。好了，别哭了，哥哥给你唱首儿歌。拉大锯，扯大锯，姥姥家唱大戏，接姑娘请女婿，小外孙子也要去。哥哥再来一个，好听，再来一锅。好，别吵，再来一个别的。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，快来数一数，2、4、6、7、8。这张脸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对了，上次去医院我顺路送过的那个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是你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回姥姥家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是你家？我也回姥姥家。我叫严清禅，你呢？唐妍。刚才的歌都是你写的吗？对。我可以唱吗？可以啊，你唱给他们听吧，我嗓子都快冒烟了。这声音是天籁之音吧？一个大人怎么能把儿歌唱得这么好听？降维打击啊！神仙姐姐好厉害！我先回去了。好。秀峰啊，今年混得可以啊，提上迈巴赫了都。迈巴赫？什么迈巴赫？你家门口啊，不是停着一辆新款迈巴赫吗？那不是我的车，我还以为是你家亲戚开的。不是，我家今天压根没亲戚来。不是你家的，也不是我家的，那是谁的？二妹夫，你怎么买得起迈巴赫了？不是我买的，妍妍买的。一个电话就能解决外甥转学的事儿，
买辆迈巴赫算什么？这孩子能量太大了，可不是光有钱就能办成那事儿的。来，父凭子贵，望子成龙，不就是等今天吗？唐岩，你在哪儿？我回家了。你不住姥姥家吗？我还想让你带我出去玩。想去哪儿玩？不知道。带你去赶大集，去不去？去。唐岩，我要吃那个长长的螺旋面条。那是烤面筋。神仙姐姐，你不会连这个都没吃过吧？家里不让我吃这些的，他们有各种厨师做饭。厨师还各种，真好啊！唐岩，我还要吃那个小小的海螺。那是田螺，哪有这么小的海螺？唐岩，我要吃那个夹心肉饼。那是烤羊腰子，姑娘家还是别吃了。哎，刚才买田螺的怎么那么像唐岩？就以前高3的学神。哦，是他呀。听说他跟校花沈心妍分手了。可不是，拥有过校花级的女朋友，以后再找可就难了。眼光高了，找什么样的估计都觉得不如校花。同学，一杯柚子茶。好，稍等，马上就好。你喝什么？我也喝柚子茶就可以了。好漂亮的女生，这脸也太美了吧！她是和唐岩一起来的，大晚上一块赶大集，谈恋爱了。拥有过校花女友，以后再找就难了。呸！什么校花，跟刚才那个天仙一比，根本不够打的。分手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分手后还找了个更好的。这车不是韩晴的吗？咋回事？车坏了？唐岩，是你？车爆胎了，我还有急事儿，快赶紧送我一下。什么事儿这么急？先上车，路上跟你说。好漂亮的女生，唐岩在跟她约会，我这是当电灯泡了。去海边那个小村庄，快！唐岩，这位是？我一个好朋友，说正事。你们急着去干嘛？去找人。明天就是春晚了，我们乾隆有个2胡节目《五子登科》被选中了，结果今天早上演奏的崔红举大师做饭时手被油烫伤了，上不了台。大师怎么会这么不小心？谁说不是呢？可崔老师著名老饕，就爱自己动手，谁也拦不住。那找个人替他上呗。这个人可不好找。《五子登科》这首曲子需要5种转音完美衔接，极其考验技艺，能拉到精髓的太稀有了。这可是春晚，谁敢滥竽充数？那就没有能和崔红举一个境界的大师了。有，卢象卿，卢老爷子。那就请他呗。想请他出山，那可太难了。卢象卿是2胡界的泰山北斗，技艺还在崔红举之上，但他年过60，已经好多年没出山了。几个月前，春晚导演组亲自去请，都被他用年事已老拒绝了。节目要是落空，整个团队努力都白费了，赞助商那边也没法交代。那你现在去，不是白费功夫？总要试试吧，万一……唐岩老师，不是不行啊！国内能完美演奏《五子登科》的，除了崔大师就是卢老爷子了。这节目要是流产，集团高层震怒，我们麻烦就大了。我有大师级2胡技能，倒也不是不能拉，但春晚要的是名气，我一个无名小卒，节目组肯定不会同意。算了。这里是卢老爷子家吧？我们是他故友，特来拜访。哦，进来吧。爸，有朋友来拜访。你们是？卢老您好，我是乾隆传媒的韩晴，3年前在天海文艺会上见过您。哦，小韩啊，坐吧。卢员，上茶。你们今天来不只是简单拜访吧？有事直说。卢老，是这样，崔红举大师手意外烫伤，春晚的五子登科想请您。我已经退圈2年多了，不会再上台表演了。卢老，救场如救火啊！不用再说了。可如果让技艺不够的人上台，到时候砸的可是咱们2胡界的招牌啊！那不是我能管得了的事儿。卢员，送客，请。韩部长怎么办啊？这老头太倔了。别这么说，这是老艺术家。你回车里暖和一会儿吧。不行，韩部长，我跟您在一起。太冷了，要不让他们进车里暖和一会儿吧。他不会进来的，他在为了他想获得的而努力。先进屋吧。让你们进来，
是怕你们冻僵了不好收场，不代表我会答应你们。身子暖和了，可以继续外面冻着。老头子，我有的是时间。敦煌雷木壶，小伙子，你认得这把二胡？相传是用乌金雷积木配合几百年前敦煌最高技艺的匠人打造而成，旗帜千年不腐，音色冠绝诸巅。没想到现实里真有，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啊！不错，小伙子，你果然懂行。你会拉二胡吗？略懂一点。那拉一曲我听听。那我就拉一首我自己原创的吧。原创？小孩子年纪轻轻就爱吹牛。这首曲子名叫《赛马》，诸位请欣赏。这手法绝对够专业。二胡还可以这样拉，完全是阳刚奔放之气。钻研了一辈子二胡，怎么从没发现这种演奏方式？这真的是一个年轻人原创的？我竟然带着这样的二胡高手来找别的二胡高手，骑驴找驴啊！早知道直接让唐嫣上场不就行了？不对，他技艺再高，没有名气，春晚导演组根本不会让他上场。这种新颖绝妙的技术，蓝星从未出现过。好燃，这简直是鬼才！这是二胡吗？我眼睛是不是花了？竟然能创造出这种技术，明天春晚，我可以上台救场。太好了！不过，我有2个条件。您说。第一，我要这首赛马的首发演奏权。可以。第2个条件，今年春晚我不拉五子登科，就拉这首赛马。同意的话，我就上台。好说，我立刻和春晚导演部联系。你晚上回哪里？还是姥姥家。你大年30都不回家过年的吗？这是什么情况？父母双亡？不像呀，看他这富贵花的样子。算了，人家的隐私不问了。这都啥玩意儿？大过年的就不能让人快乐快乐吗？今晚倒还真有个良心作品，就是不知道爸妈会不会喜欢。下面让我们有请顶级二胡演奏大师卢向清老爷子。哟，今年把卢老给请来了。下面请卢向清大师为大家带来一首全新的二胡曲目《赛马》。来了。好，太棒了！这曲子听得人热血沸腾的。其实都没有加上向天再借500年，1月份收益890万，加上之前的卡里一共有1500万了。今年的目标多发歌，多搞钱。二姐夫，来，喝一杯。妍妍这孩子真是有出息啊！哪里，孩子还小。钱确实不是万能的，但它是必须有的。就是这大鱼大肉，快吃吐了。唐嫣，出来玩。这姑娘怎么回事？过年都不回家，一直待在姥姥家。爸，这辆迈巴赫你开着上班吧，我回学校再弄一辆。那怎么行？你开你的，我开我那旧车就行。听我的，就这么定了。哥哥再见。开学季早高峰，车也太难打了吧！我堂堂千万资产的大帅逼，竟然要受这种苦。我的订单还没派到车啊。唐嫣，你准备打车吗？现在不好打的，坐我们车吧。不用了吧，你们人不少了。没事儿，我们3个挤挤，快上来吧，外面多冷啊。唐嫣，新妍她有事提前来学校了，所以没跟我一块儿。和我无关。我们准备去商城，你呢？我就在正下吧，有点事办。啊，这里是城郊啊，很偏僻的。就在这儿，车费我待会儿给你。倩倩，这就是你说的男神。我看他穿的普普通通，羽绒服也就值200块吧。就是，你说的迈巴赫不会是租的吧？不是租的，是他自己挣钱买的。有迈巴赫不开，跑来冻成狗一样打车，
傻丫头，你被他骗了，你太单纯了。迈巴赫给老爸了，自己再买一辆，花了比上次还多50万，却没那么激动了。这么巧？刚买好，正要打车回校呢。不用打了，坐我车回去吧。这辆路虎是他的，还带着临时牌照，是新车。男神，这是你刚提的新车吗？这辆路虎很贵的吧？对，刚提的，不贵不贵，也就区240万。他都有迈巴赫了，还随手又提了一辆240万的路虎。他怎么跟买颗大白菜似的？倩倩，你男神到底是做什么的？超级富二代？富二代也配做我男神？这都是他自己挣的，他是一粒尘埃。一粒尘埃？不可能，那种作曲大佬怎么会是一个没毕业的大学生？这可是乾隆传媒内部人证实过的。哼，让你们2人刚才嘲笑我，现在知道厉害了吧？哟，严哥回来了。啥情况啊这是？你自己看呗，被春晚的赛马洗脑了，非要学二胡泡妹子。以前觉得二胡土，现在发现二胡才是王者，真他妈帅。你就是想学拉二胡去泡妹子，你就是嫉妒，我这都算入门了。你这吱哇乱叫的叫入门了？老唐你别小看，二胡很难的，我这已经算是奇才了。很难？这不是有手就行吗？吹牛吧你！没吹，真是有手就行。那你拉一段我听听。不拉没意思。看吧，就说你在吹牛，你别不服，敢不敢赌一把？我要是真会，今晚你请我们吃大餐；我要是拉得不好，我请。老邓，跟他赌，我精神上支持你，我来当见证人。来来来，赌就赌，谁怕谁？这水平跟卢向清老爷子都有得一拼了！我靠，老唐你啥时候偷学了这么一手？这比春晚那个还带劲！我寒假找的那个二胡老师跟严哥比起来，简直就是个渣。义父，求你教我这手绝活，以后泡妹子还不是手到擒来？不教，一边去！师傅，严哥，别呀，教嘛！行了，先把晚上的大餐安排妥当了，我再考虑。没问题。重磅消息！叫魂呐！什么消息把你激动成这样？咱们学校来了个转校生，还是个大3的。转校生而已，至于吗？每年都有。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是个漂亮到不像话的女生，据说颜值直接碾压咱们学校的校花。吹牛吧，咱们学校的校花可是周梦瑶和沈心妍，谁能比得过他俩？有照片吗？拿来看看。没，学校论坛上都找不到。没照片就硬吹，张口就来。天海艺术学院转来的，颜值碾压校花？不会吧？难道是颜清禅？他转学是为了我？不能够吧？我哪有那么大魅力？要不要发个微信问问？不行，万一不是，也太自作多情了。婵婵，你来真的？之前让你来你死活不肯，怎么突然就转学过来了？到底什么情况？没有原因。不对，绝对有猫腻，你可不是会冲动做事的人。对了，你就这么走了，天海艺术学院那帮仰慕你的男生不得疯了？那关我什么事？我觉得别说了，准备铺床单。哦，哥哥，我们今晚吃什么呀？听你的。狗日的鹤疯子，吃我的饭还秀我一脸，等着，等我学会了义父的二胡神技，看我怎么超过你。唐岩，你有豪车又怎样？还不是单身狗？我可有会叫哥哥的女朋友。唐岩，出去玩。你在哪儿？天海音乐学院。果然是他。今天不行，舍友请客，正准备吃饭呢。我也想吃饭。那你过来吧，我发你地址。好。这个有点辣，要小心点。来，轮到你给我倒饮料了。
谁啊？仙女下凡吗？唐岩，我来了。菜快上来了，今天吃川菜，你能吃辣吗？严哥，这是谁啊？我朋友严清禅。这几位是我室友，邓宇博、杜胜、贺群峰、刘慧英，是贺群峰的女朋友。他就是严清禅，那个碾压校花的转校生。名字是对的，能不能碾压校花我就不知道了。这还用问？沈新瑶和周梦瑶加起来都比不过他呀。他转学该不会是为了严哥吧？不，绝不可能。同是天涯沦落人啊！忍忍吧，为了你的二胡霸业。唐岩，我住在1栋306。你跟我说这个也没用啊，我又进不去。宿管阿姨可不会让我们这些糙老爷们进去的，最多送到这儿了。喂，伊利尘埃老师，您好，我是天恒集团音乐部负责人陈建国。天恒集团，国内前3的文娱龙头，他们找我干什么？哦，陈部长你好，有事直说吧。之前我们公司有人邀请您，您拒绝了。这次我这个音乐部部长亲自来谈，这份诚意够足了吧？我现在没有换公司的打算，就这样吧。伊利尘埃，你可知道拒绝天恒的后果？如果天恒插手，你觉得你还能取得好成绩吗？不要太自视甚高了。你在威胁我是吗？我只是实话实说，至于怎么想，那是你的自由了。那我倒要看看你要怎么插手。天恒娱乐是吧？我手握地球文娱保护，还能受你的威胁？叶总，您安排的招揽又失败了。这个伊利尘埃态度很坚决，我看他跳槽的希望不大。同样是人，这位可是天恒的太子爷未来的接班人。我奋斗到这个位置，在他面前还是个打工的，投胎真是个技术事儿啊。又拒绝了，这个伊利尘埃还挺有骨气。这些自以为有才华的人，通常都有几分傲骨。既然招揽不到，那就算了。不过一个新人而已，天恒不缺这种人。可是聂总，他2首歌霸占冠亚军，对我们市场侵蚀很大，音乐部的业绩在连续下降，这样下去年底不好向董事局交代啊。老陈，对付一个人不一定非要从他本人下手。聂总，您的意思是从潜龙传媒下手？如果以为有才华就可以打破规矩，那就太天真了。从今天起，调动所有资源，全方面针对性打压潜龙传媒。我会让电影部、电视部配合你的行动。另外，私下传话出去，让潜龙传媒自己放人，什么时候放人，什么时候打压才会停止。聂总，潜龙也不是小公司，这样耗费的资源会很大，会不会得不偿失？这不用你操心。记住，天恒的权威，没人可以拒绝。既然得不到的东西，那就毁掉吧。好的，聂总，您放心，我会让一粒尘埃像条流浪狗一样来求我们。傲骨，就是用来敲碎的。今天早上的周公报，大家都看过了吧？市场部负责人，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陆总，各位领导已经查清楚了，这次事件的最终苗头都指向了天恒娱乐。天恒这么搞，纯粹是杀敌1000自损1500，他们要干什么？钱总，原因是天恒娱乐想要挖走我们公司作曲部的作曲人一粒尘埃，他们这么做是想逼我们自己主动解除和一粒尘埃的合约。陆总，各位副总裁，我们作曲部首先声明，坚决不支持对一粒尘埃做出任何违约举动。他为公司带来多大的荣耀和成绩，在座各位心里有数。我也表态，一粒尘埃对公司很重要，万不能让他寒心。韩部长，我承认一粒尘埃很重要，但拿他一个人去和整个公司的稳定相比，他个人得失还重要吗？重要，没有他，乾隆损失会更大，而且他未来能创造的价值会更大。你想拿公司的未来去豪赌？我说句题外话，才华横溢但昙花一现的作曲人可不少啊。
前几年那个叶子峰，不就是出道即巅峰，现在啥也不是了。没错，拿一个人的未来去赌整个集团的明天，确实不理智。天恒的狙击不可能一直进行下去，我们损失大，他们的损失是我们的1.5倍。只要坚持一段时间。韩部长，你知道坚持1天要损失多少钱吗？我们饮品子公司市场销售额已经断崖式下跌了。我们也一样，天虹大肆促销，市场被抢占了很多。综合下来，我们每天的损失不是小数目。开年第1季度财报就这样，年底确实不好向董事局交代。你们各大子公司销售额下降，不只是天恒的问题，跟你们自己的战略也有关系。不要把问题都推过来。何总，我们说的都是真的，不敢弄虚作假。如果别的公司稍微施加点压力，我们就解除和自家人的合约。那以后谁还会真心为公司卖命？你们的格局呢？亏点钱就都怕了。可是陆总，不用说了，这点钱我们乾隆还亏得起。让财务部调拨10亿现金，用这10亿现金换下一粒尘埃。唐岩，公司会议结束了。天恒确实是在针对我们，想逼公司把你解约。但是你放心，陆总和何总力排众议，决定保你。陆总当场拍板，调拨了10个亿的现金，准备跟天恒打这场硬仗。知道了。这小子还真是沉得住气。欲戴王冠，必承其重。乾隆做出了态度，那我也不能坐以待毙。短短4天，亏损了1.9个亿，这烧钱的速度比预想的快太多了。10亿现金能坚持多久？好消息是，天恒那边亏得更狠，已经到2.6亿了。他们是家大业大，但这种烧钱引战的模式，他们也撑不了太久。现在就看谁先扛不住了。叶总，听说乾隆那边总裁陆仁义一言裁定要私保一粒尘埃。陆仁义这个老家伙真是好大的魄力。叶总，咱们最近亏损已经达到2.6亿，这样下去，董事局那边需要你来操心吗？属下不敢。亏了2.6个亿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这就是顶级富二代的气势吗？换我早被扒皮了。陆仁义这么做，无非是看中一粒尘埃现在的成就，那就再加把火。叶总，这把火怎么加？如果把他从赛季榜冠军宝座上赶下来，让他失去这份潜力，陆仁义还能坐得住吗？就算他能，乾隆董事局那帮唯利是图的老家伙呢？叶总英明。我们公司在榜歌曲最好成绩是哪个？是我们一线歌手李阳生的《恋秋水》，目前在春季赛季榜第8名。调动所有能调动的资源，把你手下的艺人也都发动起来，给我花钱砸。叶总放心，现在是流量时代，只要肯砸钱，没有办不到的。7大派围攻光明顶是吧？那我就是张无忌了，想夺我的冠军宝座，挑衅我是吧？那我就再来一首经典，让你们天恒连前3都拿不到。系统按照宿主意愿定制成功，消耗个人财富101万，支付成功，获得歌曲《像我这样的人》已存放入系统仓库。喂，怎么了，唐岩？有没有时间？我有首新歌要发。有，什么？你说你又要发新歌？太好了，真是及时雨。我正愁怎么回击天恒，怎么给公司高层信心。唐岩就带着新作品来了。这次我要嗓音带磁性、有穿透力的歌手，有没有？有，必须有。公司所有歌手随你挑。这次你就算想要歌王歌后，我也去别的公司帮你找。不用歌王歌后，嗓音够条件的就行。歌王歌后要价太狠，利润太少，不划算。好的，我立刻安排。行，抓紧时间，我等下就到公司，今天就录制。看来又得翘课了，我这好学生的人设看来是要崩了。他叫陶佩文，是个新人练习生，声音欠低音，颗粒感十足，很有穿透力和粘性，符合前世原唱的味道。又是新人，分成要的少，很好，就他了。裴文，这一句的情感再收一点，要有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平淡感，不是呐喊，是自嘲。好的，陈爱老师。像我这样优秀的人，本该灿烂过一生。好了，这遍完美。
唐嫣怎么会变得这么优秀？一粒尘埃，春晚，我只有在听她的歌时，才感觉离她最近。像我这样的人，这个人是她吗？像我这样优秀的人，本该灿烂过一生，怎么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？像我这样是啊，他那么优秀，怎么会在人海浮沉？是我被猪油蒙了心。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唐嫣，一身伤痕？吃完这顿饭，我们分手吧。一段情，一身伤痕，我们之间。妍妍，这么晚了还不睡？哇，这歌好好听！妍妍，这什么歌啊？唐嫣的新歌。她又有新歌了，这质量也太顶了吧！哇，你前男友好厉害啊！果然，年少时真的不能遇到太惊艳的男生，不然以后满脑子都会是他的影子。像我这样不堪平凡的人，世界上有多少人？像我这样优秀的人，本该灿烂过一生，怎么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？还让不让人活了？这可是全国赛季前10啊！等等，这首歌冲劲这么猛，一粒尘埃该不会是想一人独占金银铜前3甲吧？这是要狠狠打天恒娱乐的脸啊！不行，传播度还是不够，赛季只剩下9天了，时间紧迫。就你们会摇人是吧？7个打我1个，我张教主就不会吗？青翼蝠王、白眉鹰王，该你们出场了。陈飞在不在？张岩老师不在，您说。这就是自己培养出来的人的好处，只有自己培养出来的歌王，才真正属于自己。陈飞，马上要上场了，你干嘛呢？所有工作暂停，陈岩老师有事儿。飞哥推荐的，必须支持。已经买了，这就去让我爸妈兄弟姐妹的号也买了。严晨飞是上赛季的在榜第1，许依然是这个赛季的在榜第1，他现在也有750万粉丝，力量不容小觑。帮我推一下新歌。他竟然主动找我了。知道了，陈爱老师，我马上就帮你推。我对他来说是个有用的人。对待老艺术家，必须亲自打电话才显尊重。小唐啊，你可有日子没联系我这个老头子了？我这不是学习忙吗？我可是天天上课，从不逃课的好学生。说吧，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卢老，我最近被天恒娱乐狙击，就发了首新歌，叫《像我这样的人》，想请您给推荐推荐。好，没问题。不知不觉，我在圈子里也有了些影响力。你们有人，难道我就没人吗？要不是时间紧迫，我根本招摇。夏日蝉鸣，这人谁啊？我完全不认识。之前7大派围攻光明顶，就他没动手，现在还反过来帮我。夏日蝉鸣出道2年，几乎每个赛季都霸榜前10。他的歌曲词曲都很一般，能取得如此成绩，全靠他那天赐般的嗓音。这声音有点耳熟啊！这一波倒是得感谢这个夏日蝉鸣了。这个人形后面得找机会还，正好他嗓音绝佳，而我手里最不缺的就是好歌。完了，这次麻烦大了，砸了那么多钱和资源，结果连前3都没保住。你就是这么给我保证的？砸了这么多钱，冠军没拿到就算了，连他妈的第3名也没保住。你告诉我你是干什么吃的？留着你还有什么用？第一次见聂总发这么大的火，这次真是捅了天了。从小到大，还没有人能把我逼到这种地步。
亏了好几个亿，回家肯定要被老头子狠批一顿，头疼。聂总，我觉得咱们的战略没错，这次输不是输给乾隆，是这个一粒尘埃太过妖孽了。这时候绝对不能说战略错了，不然就是捅马蜂窝。不过他一个赛季3首好歌，我就不信他还能一直这么妖孽。江郎还有才尽的时候呢，咱们这次至少是掏空了他的寸货，下个赛季看他拿什么进攻。而且乾隆越是死保，越证明一粒尘埃重要，也就越证明咱们的战略是对的。这只是第1个回合而已，马上新赛季就要来了。这样的人绝对不能待在乾隆，全国的蛋糕就这么大。乾隆想独占鳌头，我们天恒还有好日子过。本赛季还剩5天，下个赛季你们部门计划的怎么样？都计划好了。下赛季我打算安排歌王冲榜，看一粒尘埃能赢一线歌手，难道还能赢歌王不成？下个赛季目光放长远一点，不要只局限于音乐榜单，电影票房、电视收视率也都要行动起来。我要全方位打击乾隆传媒。聂总，电影部、电视部那边，我会让他们配合你的行动，全面聚集乾隆传媒出品的所有作品。音乐上他们有一粒尘埃，我倒要看看其他领域他们乾隆拿什么来招架。聂总，您看。咱们请的歌王新歌预告数据已经爆了，各大平台都在预测这首歌将是年度金曲。快了，青花瓷火了，我们土榜了！你现在可是名副其实的金牌作曲人了。是我们火了，这首歌只有你才能唱出那个味道。何止是火了，现在影视圈都疯了，几个剧本送过来，点名要一粒尘埃做配乐，要严清婵演女主角。影视圈嘛，看来聂总的大礼要来了。音乐上我认了，算他有点本事，但是影视圈是我的地盘，他们别想来沾边。聂总，您放心，我们天恒投资的 S 加级大剧《全毛天下》下周就上，同期没有任何剧能打。我要的不是没有对手，我要的是把乾隆传媒所有在拍的项目全部给我拘死，不管用什么手段，抢演员、买断院线、打压排票，我要让他们血本无归。突发，男演员发布解约声明，天恒传媒斥巨资垄断贺岁档排片。慌什么？我们不跟他们争，我们开创一个新赛道。聂总，权谋天下的收视率被一部叫《仙剑奇侠传》的网剧碾压了。不可能！网剧什么垃圾东西！逆子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！公司1个季度亏损超过10个亿，董事会决定即日起暂停你的一切职务，滚回家去！唐嫣老师，严小姐，你们的恋情是真的吗？是的，我们在一起了。